英国细汉囡仔发展较慢，人拢会讲大只加慢啼，啊，毋过即款观念爱改，因为无要无紧，有可能会失去囡仔黄金的治疗期。根据伊甸基金会的统计，咱全台湾即马有超过26000个囡仔，因为发展较慢，咧接受早期的疗育，规定是真辛苦，所以有超过60%的家长毋望政府会当提供休喘的服务。阿君伫妈妈的帮助之下，徛伫台顶。今年5岁，阿君受到罕见疾病的影响，伫下半身、语言、生活自理能力的部分有发展较慢的状况，需要做早期的疗育，才通赶上大部分囡仔的发展进度，会使讲是真接力。他早疗之后呢，我先孕假2年之后呢，我就离职了，就专心照顾他。早疗这几年的时间来换他以后的日子能够自理。根据伊甸基金会对早疗家庭的调查，发现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甲阿君的妈妈相像，改变原有的工作规划。嘛发现有60%的受访者认为早疗资源无够，其中上欠缺的就是会使互家庭暂时休困的喘息服务。很需要有更多的社会的支持，来支持这些家属，可以在这样子的照顾的压力之下，能够安心的继续照顾他的家人，也可以让他有安心的工作，让他有继续在社会上面发展的一个动力。很多人对于早期疗愈他还是不了解，所以很多的家长可能对于自己的孩子可能有出现一些迟缓或发展整个的一个迟缓的状态，或者他可能在学龄前的步态不稳等等，他可能不了解。伊甸基金会表示，毋望中央会使有较侪宣导，互类似状况的家庭了解早期疗育，互囡仔会使把握6岁进前的黄金治疗期间，嘛毋望中央提供充足的补助，互发展较慢的囡仔得到适当的治疗甲服务。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